台南市善華慶安宮每年的5日節攏會開放古井，予民眾提這個午時水。今年還佫準備1200個香茶啊，要送予民眾。台南善華慶安宮在咧5日節這天，要舉辦慶端陽百年古井午時水去祭的活動。廟方當年攏會開百年荷蘭古井，予民眾中晝12點來領午時水。在咧今年佫準備1200個有馬、蓮花頭和葫蘆造型的香茶呀，要免費送予民眾。給小朋友的是馬年的香包，哈。裡面是有艾草的。今年5日節慶安宮特別為囡仔準備3隻8個造型和大人6種無同款色水蓮花頭香茶呀。總幹事貴素丁講，這幾年常常民眾來為家己或者是囝兒逝世求囡仔，親像蓮花頭都代表濟子孫的含義。爸爸和小孩都是媽做的 cake， 對對對。我們回來拜拜，祈求一些健康平安。慶安宮講現場有免費滷菜和雞餅通吃，歡迎大家明仔載透早8點半來到廟埕廣場參加活動。